接落嚟嘅呢2年，如果你嘅八字五行係起火嘅話咧，我同你講，基本上咧係一個好強嘅能量，或者係天地神鬼幫你嘅一個加持。所以咧，如果喺2026年、2027年，你自己係喜用神係火嘅，前幾年都碌碌無為，一直揾唔到自己嘅方向，揾唔到自己嘅一啲叫做工作嘅機會嘅話，不妨從2026年開始咧就盡力多啲去做嘢，把握。因為咧，你如果喺呢啲咁嘅時間段咧，1年過成好似人哋3年咁樣嘅話咧，你呢2年回頭一看，同類型嘅人或者同輩嘅朋友，你發現你將佢哋遠拋諸腦後，差距係啊，因為有好多嘅時候咧，我哋經常去諗好多唔去做，但係咧有時候咧時間就係咁樣錯過咗啦。所有嘅我覺得能夠把握到機遇嘅人，其實佢哋都喺度埋頭細幹，所以其實好多人已經知道呢個機會，佢已經喺度摩拳擦掌，喺度準備住，包括我自己。火生土嘛，是不是屬土的人喜土人也很好？係嘅，冇錯嘅，因為起土嘅人咧，因為火能夠生土，咁佢絕對冇火咁好啦。如果最吉嘅話咧，我哋先會選擇火；次吉嘅話咧，就會選擇土。